文字轉語音工具。大家好，今日同大家分享個超好用嘅工具，就係將文字轉換成語音，然後下載成 MP3，喺音樂應用程式度播放。咁樣做有咩好處呢？就係可以將一啲文字，尋長嘅文字，例如課本或者網頁上面嘅資料，或者一啲文字檔案，轉換成語音，咁樣就可以隨時隨地，唔使坐喺度，唔使坐喺書桌旁邊，可以一面打波，一面運動跑步，一面聽書啦，或者仲可以一面做家務添。而且呢個小工具可以幫你轉換成嘅文字上限超長，轉換成嘅 MP3 語音檔案播放，可以有1個鐘頭咁長㗎。好多 online tools 嘅工具係有文字長度限制㗎，上限1000個字左右。呢個小工具除咗可以將中文、英文嘅文字轉換成語音之外，仲可以支援日語、韓語、意大利文同埋德文。快啲嚟試下！只需要去 Apple Store 或者 Google Play 下載應用程式 Po 就可以使用裡面嘅小工具，又或者你可以直接用 Po 嘅網頁版都可以㗎。而家先為大家介紹用第二個途徑使用，即係用網頁版使用先啦。大家可以喺 Google 或者其他搜尋器上打 Po， 搜尋器就會顯示 Po 嘅網頁版，點擊 Po 就可以到 Po 的網頁。跟住系統會問你是否要下載應用程式或者繼續使用網頁版。呢個就係正如我剛剛說過，有2個方法可以用 Po， 就係下載 Po 應用程式，第二個就係用網頁版。而家先為大家介紹網頁版使用，所以請點擊第二個選項，即係用網頁版。如果你係第一次使用 Po 嘅話， Po 就會要求你登入或者做用戶登記。你可以用你自己電郵登記，或者簡單啲，直接用 Google 嘅賬號登入就可以啦，即係揀選第一個選項。入咗 Po 網頁之後，就可以見到呢個畫面，喺左上角可以見到有個3劃嘅按鈕，點擊呢個按鈕，就會出現菜單。喺菜單上，點擊選擇你的 bot， 喺搜尋欄上鍵入 TEXT2SPEECH， 你就可以見到好多 text-to-speech 工具。而家為大家示範使用廣東話嘅工具吧，所以選擇 TEXT2Speech Cantons。又或者，你可以喺瀏覽器上面直接打入這個小工具的連結，就可以即時去到這個小工具。不過當然係先需要登入先啦。這個小工具的連結可以在這個影片下面嘅介紹中找到。你可以見到這個小工具的自我介紹，佢會幫你將中文文字轉成 MP3 語音。然後給你一個下載連結，這樣你就可在音樂應用程式中將文字語音當音樂播放了。如果想看這個小工具的自我詳細介紹資料，可以點擊中間右邊的查看更多。你可以看到這個小工具的全部的介紹。好，而家就試試點樣用啦。我哋而家可以試試去搜尋器隨便去找一個網頁，例如我選擇咗呢一個網頁，我就將網頁上面一啲文字複製，返嚟呢一個小工具的頁面，
在輸入欄位長按然後 hold 住就會出現貼上菜單，選擇貼上就會將剛才網頁的文字貼上到這個文字欄位，又或者你可以自己直接講一段說話出嚟都可以。然後點擊右下方的藍色箭嘴的輸入鍵，你就可以見到這個下載的連結啦。一般嚟講30秒內，系統就會完成文字轉語音的轉換，你就可以點擊這個連結下載以轉換成文字的語音。有時候系統的工作量可能比較多，需要多一點點的時間。假若系統未能及時完成，就會給你訊息叫你稍後再回來，再點擊下載。當你點擊這個下載連結後，你的手機或者電腦就會幫你下載。睇睇上面訊息，已經完成下載啦，你就可以點擊開啟，聽聽嗰段文字嘅語音，記住唔同瀏覽器顯示給你的下載完成的訊息會有所不同的。點擊開啟，已播放啦。啱啱講到話，除咗可以用網頁版使用 PO 之外，仲可以安裝 PO 嘅應用程式來使用這個小工具。當你安裝咗 PO 應用程式，就可以見到佢個應用程式 icon 啦。就係上面中間嗰個，我哋而家點擊 PO 個 icon 開啟這個應用程式啦。然後看看最左上方有個3畫的 icon， 點擊這個 icon， 選擇搜索。同樣地，在搜尋的欄位上輸入 TEST-eSpeech。就會搜尋到很多的 TEXT-eSpeech bot， 佢哋嘅使用方法同網頁版一樣的。如果覺得好用，記得俾個 like 我。如果你有任何意見或者想到一些有用有趣嘅小工具，隨時留言話我知。多謝收睇。